中美大學全球排名大洗牌係咪真㗎？Facts Show Peep and Know， 大家好，我係 Kiwi， 歡迎嚟到 Check 真啲。邊間先係世界排名第一嘅大學？係哈佛、係 MIT 定係 Stanford 啊？今年初發佈嘅萊頓大學排名俾出咗最新嘅答案。呢份以科研成果數量為核心依據嘅排名就顯示有8間中國嘅高考躋身前10，其中浙江大學爬頭登頂而曾經長期佔據榜首嘅哈佛大學就跌到咗第3。咁樣嘅排名變動並唔係偶然現象，就算喺評價維度更加綜合嘅 Times 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當中，喺過去10年，中國內地進入前200強嘅高校由2所增加到13所，而美國就由63所減少到得55所㗎咋。排名榜單上面，中國高校逆襲，美國高校相對後退嘅趨勢越嚟越明顯啦，已經迅速引起美國媒體同全球學界嘅關注。紐約時報嘅報導指出，一啲資深學者留意到排名反映咗中國科研產出快速增長，教育界人士就認為呢一種嘅轉變係關乎國家整體競爭力。Times 高等教育全球事務主管 Phil Beatty 更加直言全球高等教育同埋研究主導地位正經歷緊重大嘅轉變，新嘅世界秩序正喺度出現緊啦。可見高考排名嘅升同降喺媒體同學界眼入邊已經唔再係單純嘅院校實力比拼，而係關於中美喺教育同科研領域嘅軟實力競爭亦都係全球學術生態格局變遷嘅縮影。而變化嘅根源就源於兩國針對高等教育同科研創新係有住唔同嘅戰略路徑㗎。喺中國高等教育係教育、科技、人才3位一體融合發展嘅重要結合點，通過雙一流建設，持續加大資金投入同完善政策保障，系統構建高等教育同科研創新體系。從2021年到2024年，財政性高等教育經費佔全國高等教育經費總投入超過60%咁多。舊年起實施嘅 K 字簽證進一步促進國際智力嘅流動。喺多重支持之下，中國高校科研實現量質齊升。舊年嘅高校科技成果交易會達成咗1361項嘅交易，就係明證。反觀返美國，雖然傳統強校嘅科研產出仍然係有增長，但係喺中國嘅高校爆炸式追趕之下，佢嘅增長模式已經顯得有啲乏力啦。更加關鍵嘅係，特朗普政府推行嘅科研經費削減、簽證限制同埋反移民打壓等等政策，持續削弱佢哋學術體系嘅吸引力同埋穩定性，導致高校面臨住科研受限、人才流失嘅結構性困境。舊年8月，赴美留學生嘅人數同比下跌咗19%。美國大學教授協會主席 Todd Watson 更加警告話，科研經費削減會阻礙下一代科學家嘅成長。呢一切都加速咗美國喺高等教育領域主導地位嘅衰退。大學排名洗牌係國家教育軟實力博弈嘅直接結果，亦更加清晰咁樣映照出全球學術生態正係向住多極並行轉型嘅趨勢。根據 Forbes 報道，近年清華啦、北大啦、南洋理工等亞洲嘅頂尖學府喺多個全球榜單當中都穩步挺進咗前列重塑咗長期由西方主導嘅學術版圖。同時，全球知識生產亦都呈現出跨區域合作增強、規則話語權重構嘅跡象。例如，中國發起一帶一路國際科學組織聯盟，發佈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議等，一個更加平衡、更加多元化嘅全球知識生產格局正喺度形成當然，大學排名躍升並唔係國家軟實力全面超越嘅終極標誌。美國高等教育憑住深厚嘅積累，仍然喺核心學科嘅教學質量、研究環境、國際聲望等等方面係保持住領先優勢㗎。對中國嚟講，
當我哋睇到排名變化嘅時候，需要警惕唯排名論嘅陷阱，打造規模、質量並重嘅教育體系，先可以築牢軟實力嘅根基，喺關乎國家未來嘅全球競爭當中佔據主動權。今日先傾到呢度，再見。歡迎訂閱我嘅 channel，我哋下期再見。